做到法律，咱接受就变成家己去学习，学习中咧有进步，大家伫这学习中啊，这个大家互相记着，只是安尼啊。讲你讲做到大人咧，咱就讲书我学袂到咧，对吧？这个遐个，讲书讲嘛，对面发脾气，嘛结果起来发脾气，嘛是有人发脾气，伊讲咧一个东西，嘛讲一个客户。 啊！你吊车哦，你现在车较袂掉，啊那你个现在车落对吊车要弄啊？甲我讲啊，有影讲会你食菜哦，讲是啊。啊你食菜，我咧讲你咪点点嘛，这咧家己。人家讲咧，伊讲人上面讲咧，正手边塞一个，拜托倒手边甲塞一个。啊我甲你讲吊车比现在车较袂掉啦，你就随甲我讲安尼才塞。但是讲啊，处处皆要人盖住。 我得到伊拄着我来讲食，我嘛跑到时，讲有时我才毋敢食菜价，就是安尼。人是我去听着流氓，我拢毋敢去听。我把你来我一叫靠，可能买我来找对，是安尼讲，啊不可及的，事实上咱这场都是民间领导。他其实咱若真正讲迄种顾着啦，方调同时中央顾得到的，是真正从咱做法去搞。做法去搞，其实上次咧讲道理讲到有哦。 啊，就我书记讲到古嘛，上主任来啊，下方必须给他塞起来。你甲塞安怎？我无塞着，你来塞安怎？啊，过来讲古我来个塞安怎？当时个甲应验咧，我书堂边仔我边仔落咧，咱讲假个啦。我就是大家，伊去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咱真正勉为其难，而且内底慢慢去学习，慢慢去学习。进步是伫岁月中，伫经验中慢慢进步。 咱来知影，而且经验中，啊，你讲伫这规则中，这边无完用，后边就完用；后边无完用，搁后一边就完用。啊，咱若无去尝试，无去甲落实着，这步第一步无到就永远无去。这是爱情，永远没有第二步。咱唔敢话出去做，咱永远无成功。哦，所以人家讲就讲，只要精力脑一点，你行时间的。 所以就放有交代有时间，上惊是惊咱心中无精力。啊，当然，大家讲精力是真好讲啦，讲是真好讲啦，毕竟种你落去对做，哦，对大家加把劲，包括大家要加把劲啊！既然咱的咱这本书咯，咱本书也来甲你一探讨啦，就能够感觉很幸福，披甲领后，啊，大家咱的。 真正咱修咱一贯修咱山的这东西的素质，真正到头咱拢大家都清楚啦吼。啊，时间感谢，大家到这，只要